各位亲爱在云端上的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非常高兴跟大家分享主堂教会在这一个主日里面，我们所攻读的神的话语。我们读了2段圣经，旧约的经文是记载在以赛亚书第55章第6节到第9节。这段的经文是邀请各位弟兄姐妹，当寻求上帝，寻求上帝所赏识、让人卓越的意念跟道路。因为我们的神他说，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他的意念高过于我们的意念，如天高过于地面。愿我们的神赐给每一位弟兄姐妹、每一位基督徒有一个丰盛的生命，是一个卓越的意念所产生的感动，终其一生无怨无悔的一条生命的道路。这一段的经文我带给大家一个分享，一个历史的故事。等一下我会跟大家谈到约翰一书第2章第6节这一段的经文，他谈到一句非常漂亮的一个话语。和合本的圣经这么说：人若住在耶稣基督里，就应当照着耶稣基督所行的去行。在当代中文译本，他的翻译更浅白，他说，自称为基督徒住在耶稣基督里的人，就应该在生活当中来效法耶稣基督。我要用这一段的经文来回顾，在第19世纪我们教会有一段非常漂亮的一个历史。这一段的历史它能够诠释到今天诠释到2000年前约翰所讲的，身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当在生活当中效法耶稣基督。2000年来，多少为耶稣基督摆上自己，成为活祭的人，他们留下了何其美丽的一个脚踪。愿今天主日的信息能够在天涯海角，跟所有的弟兄姐妹，我们同在云端敬拜，也同在云端来宣告，我们的人生将成为卓越的人生。神将预备一条无怨无悔的道路。19世纪在欧美产生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灵命复兴，在灵命复兴的过程当中，造成了特别是在英国跟美国，有非常多优秀的基督徒为了上帝摆上他们自己的生命。照着历史的记载，有超过2万个来自于欧美的优秀的顶尖的大学的里面，他们将自己的生命摆上，在全世界翻转了这个福音的禾场。有2万多个孩子，2万多个我们信仰的前辈，他们无怨无悔地走到世界各地。也因为这样子，在20世纪，全世界有多少新的教会被建立，全世界到天涯海角几乎都有耶稣基督的福音与奉他的名所建立的教会。这是一个翻转世界的一段故事。当时的年轻人，当时我们的信仰的前辈，他们的豪情壮志，他们有一句口号就流传着在不论是在美国或者在英国这些顶尖的大学里面，他们说 All should go to all， 意思就是说，所有优秀的、所有主所拣选的孩子，应该为主耶稣基督的缘故走到天涯海角。各位弟兄姐妹，我自己就是因为这一段的宣教的历史得着激励的一个人。在1978年，我进到了一所学校，在那个学校里面有一个台湾非常特别的大专团契，它的名字就是纪念这一段的历史。我们称呼我们自己，除了是基督徒之外，我们多了一个名字叫做 SCM Student Christian Movement。Movement 就是一个潮流，Movement 就是为了福音的缘故，有一群年轻的基督徒，他们跟随了一个呼召，兴起了某一种的潮流。这种潮流不是时下的流行，不是一个法式，不是一个服装，而是一个对生命的道路的一个拣选。所以在19世纪的这些福音的这些故事来到了台南，我的大学，在那个地方，我的生命就被他们感动。
这个感动就如同一个呼召，在早期2000年前，约翰在他自己的约翰一书第2章第6节，圣经这么记载着说，自认为是基督徒的，就应该在生活上效法耶稣基督。约翰并没有提到基督徒这个字，他说自认为是属耶稣基督的人，自认为你的生命是耶稣用他的爱跟十字架的生命所赎回，你愿意为他而活的人，都应该在生活上来效法耶稣基督。我觉得这一句话在每一个世代都在呼召着一个被耶稣基督的爱所感动的人。SCM 他在欧美代表了许许多多的基督徒学生的运动，产生了许多的潮流，包括 YMCA、WSCF， 有许多这些优秀的前辈，甚至到后来全世界所组成的基督教世界联盟 WCRC 或者WCC 这些普世的组织，都是因为这些基督徒的学生领袖后来成为教会的领导者，他们就为了普世这一个福音的运动，让全世界的人都能够听到耶稣基督的故事，让全世界的人都能够进入到耶稣所传天国的福音，能够成为耶稣基督所爱的人。而且每一个基督徒也因着这个福音，我们的生命就得到更美的意义，如同以赛亚在他以赛亚书的第55章，以赛亚宣告着上帝的应许，上帝的道路高过于世人的道路，上帝的道路意念高过于世人的意念。这一句话他说如同天高过于地，这一个高度就代表卓越。所以在以赛亚他所讲的这个经文当中，他就隐含着一种鼓励，当一个人将自己的生命摆在上帝的面前，他的生命将因此而卓越，他的一生将有一条卓越的道路。愿每一个基督徒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我们享受卓越的生命，而且每一个基督徒，我们的灵都被挑旺，我们愿意终其一生全然的来爱耶稣基督，将我们的生命一生为耶稣基督而活。约翰一书第2章第5节，他说神的爱就在人的里面成为成全，就成为一个完全全备。当我们的生命被神的爱所充满，我们的生命将拥有一种全然的爱，超过于爱这个世界，能够真的爱真理，爱耶稣基督，爱天国，爱福音的使命。所以这群年轻人在他们的校园福音的布道会当中，他们有几句非常震撼人的一个口号。刚刚我也跟大家谈的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口号叫做 All should go, go to all。 第二个口号，我们生来成为一个基督徒，不是来差遣别人成为我们的仆人，而是成为仆人受人的差遣， Not to be served but to serve。 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成为一个懂得耶稣基督的心。在这里面有许多的故事，其中有一个故事，它被写成了一本书，叫做《剑桥七节》，甚至被翻拍成为一段美丽的一段影片，叫做《火战车》。如果各位弟兄姐妹你看过，你就晓得当时的年轻人，他们如何将自己的生命献给耶稣基督，无怨无悔，甚至客死他乡。特别是这个火战车的这个主角叫做 Eric， 他是一个苏格兰的孩子，他的爸爸是一个苏格兰的牧师。他的爸爸在宣教的合场当中感动了这些孩子，跟随耶稣基督，也跟随他爸爸的角度。但是当他们受教育的时候， Eric 的爸爸就将他送回到苏格兰，让他受到完整的教育以后，将来要献给上帝，如同亚伯拉罕献给上帝的以撒一样，成为活祭。后来这个以撒，他的一生养成了上帝给他2种恩膏。第一个恩膏就是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短跑的健将。第二个，他无怨无悔，毫无保留的将自己的生命献给上帝，成为一个宣教师。甚至到后来 Eric 叫做死在中国的东北，
他将他一生献给了中国内地会的宣教。各位弟兄姐妹，愿这些故事能够感动我们。其中有一个年轻人叫做威廉波登 （William Borden），在中国翻译他的名字成为伯德恩。伯德恩是他的姓，他是美国非常有钱的一个家族的后代。但是这个孩子很少就被上帝所选召。在他18岁那一年，他就跟他的父母说，他要献身做宣教师。在那一年的生日，他的妈妈送给他一本圣经，然后他就进到了美国的耶鲁大学。在4年的当中，他被养成为一个知识分子，预备将来能够走到天涯海角。特别他最大的感动就是加入内地会在中国的宣教，因为他听到在中国有一个地方是兰州，这个地方是汉人跟回教他们一个交界的共存的一个都市。那个地方有许多未得之民，就是回教徒。所以伯德恩他希望能够献身在回教徒的宣教。当他进入到耶鲁的时候，他带着这本圣经，他到了校园，天天的在清晨敬拜上帝，而且将这种敬虔的精神就带入到社团的里面，在大学的同学的当中，在4年的当中，甚至翻转了当时耶鲁大学的灵修的一个风气。他在自己的圣经上写了一句话，他说：“我将我的自己的生命毫无保留的献给耶稣基督 ，no reserves。”他写了第一个开始，他带着这本圣经过了4年，后来他到了普林斯顿，到第2个4年结束的时候，他要加入这个内地会的宣教。他重新在这个在他4年大学完成的时候，他的妈妈问他一句话：“孩子，你还是想当宣教师吗？”伯德恩跟他的妈妈说：“是的，永不回头 ，no retreat。”他说：“我毫无保留，而且这个坚定的信心跟被神呼召的喜悦，我将走一条永无回头的道路，永无回头的道路。”这种的年轻人，这种的雄心壮志，应该能够带动每一个耶稣基督所爱的年轻人。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不是无所事事，而是要成为这个世代的顶天立地的真理的光明之子。伯德恩是堪为我们的一个很好的楷模。他后来到了埃及，在开罗接受一种训练，跨文化、跨语言，在那个地方学阿拉伯语，甚至将来要跟回教对话的一些语言跟风俗的习惯。很可惜的，他在在25岁那一年，他感染了。他还来不及到中国内地会去宣教，他在25岁那一年感染了脑膜炎，就客死他乡，死在埃及。他的朋友跟这些宣教的机构就将他的圣经跟他所留下来的简单的遗物，就寄回到美国给他的父母。他的父母打开圣经，在上面看了3句话：第一个 no reserve， 第2句话叫做 no retreat。最后那一句话是在25岁那一年他所写的 "No regret"， 永毫无遗憾。虽然在他25岁那一年他的生命就结束，但是如同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他说成了，是一种毫无保留、毫无遗憾的一种雄心壮志。这些故事岂不能唤起我们这一代的所有的基督徒吗？世界的各个民族优秀的年轻人绝对不逊色于欧美，在19世纪这些优秀的年轻人，亚洲的年轻人绝对不比白人逊色。所以凡是为了耶稣基督在福音的里面被触摸生命的人，愿我们都共同的纪念我们这些信仰的前辈，让他们的雄心壮志能够成为我们的壮志。所以在今天里面，我要跟大家分享，从这一段的历史当中，我看到圣灵的工作，我看到圣灵如何呼召他所要使用翻转这世界的许多的年轻人。这些故事也深深的感动我，让我从我自己的学业原来要走的道路，
后来深深的思考，我的一生将如何？神真的爱我，让我走上了这些人的跟随他们的脚中，如同跟随耶稣基督。神也给我一条无怨无悔的道路。我看到圣灵的工作如何让人平凡的生命能够被高举，如同五饼二鱼。上帝说，我的道路高过于你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于人的意念，就如同天高过于地。各位弟兄姐妹，神的卓越，神的完全，神的尊荣，高过我们在世界上所懂得一切的价值。愿我们在今天也恳求圣灵，特别是再来的主日，就是圣灵降临节，愿圣灵进到每一个所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共同的在云端被圣灵所触摸，我们共同的在云端敬拜，我们共同的将耶稣基督再一次的高举，他成为一个全世界的一个救主。第二个，我看到这一群我们信仰的前辈，他们如何心甘情愿，而且是为了耶稣基督生，也为了耶稣基督而死。各位弟兄姐妹，找到为之生为之死的一种生命的热情，这是我们今天礼拜当中我们共同的祷告，我们一起的祷告。所以今天我用第一个祷告说，求圣灵来教导我们如何住在耶稣基督的里面，让圣灵来教导我如何成为一个属耶稣基督的人，让耶稣基督的灵，复活的灵就进在我的里面，让我如同他一样，以他的意念为我的意念。那今天的圣经，他跟我们谈了什么样的信息呢？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安静的，不论是在我们的言语上的分享，或者待会每一个弟兄姐妹在会后你自己的回应跟感动，重新用这些经文来做祷告，用祷告的心再一次来读这个经文，然后在进入到经文的当中，用经文来祷告。愿上帝祝福每一个寻求他生命的我所亲爱的弟兄姐妹，当趁着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来寻求他，寻求必得着，因为主耶稣基督说，凡寻求的我必为他开门，寻找的人就必得着。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在寻找什么呢？我们在寻找幸福吗？我们在寻找一种荣耀吗？我们在寻找一种成就吗？我们在寻找卓越吗？世人的卓越怎堪能高过于我们的耶和华上帝的荣耀呢？世人的荣耀怎么能够堪比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荣耀呢？天地上没有一种比这个更尊荣、被呼召的生命。所以约翰在他自己的约翰福音书里面，第一封福音书里面，他说不是福音书，是他的书信的里面，他说，凡遵守主耶稣基督的道，凡遵守上帝的道，爱神的心就在他的里面，实在是完全的。爱神的心是完全的。愿耶稣基督长阔高深的爱进到我们的生命当中，真的触摸我们，让我们的生命里面有一种被拥有、被充满，我们无怨无悔，而且这个爱是永不收回的。神给我们的爱是永不收回的，而且是永不失落的一种爱。而且我们对神的爱也是被坚固的爱，是一个毫无保留，也心甘情愿、无怨无悔的生命。各位弟兄姐妹，愿爱神的心得以完全，也愿神的爱在我们的生命来医治我们，来呼召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今天开始不再是一个世界之子。如同保罗说，前我看世界的荣华富贵成为宝贵，但是今天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世界上的荣华富贵在耶稣基督的手上就算不了什么。各位弟兄姐妹，你说是吗？愿圣灵教导我们能够了解这种的抉择，让我们在神的面前能够学习约翰他说，若有人住在耶稣基督里，若有人住在耶稣基督里，住在耶稣基督里，这一句话我相信各位弟兄姐妹都非常的熟悉。保罗也常常说，人若在耶稣基督里，他就是一个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若有人住在耶稣基督里，他就应该照着耶稣所行去行。这一句话非常的美丽，照主所行去行。愿主所愿，
行主所行，做主所做，说主所说。这是耶稣基督的典范。耶稣基督愿父所愿，耶稣基督行父所行，耶稣基督行天父所做的事，耶稣基督说父所说，就是重新的将天父上帝所留给世人的这些真理真道，耶稣基督重新将它诠释给世人。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是神的孩子，我们是耶稣基督的门徒跟学生，我们也是耶稣基督所托付的每一个世代的牧羊人。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抬头挺胸，跟随耶稣基督的呼召。若有人自认为是一个基督徒，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应该怎么做？如果你自认为是一个基督徒，就不再不冷不热。如果我们真的被耶稣基督的爱所触摸，我们岂能只贪得荣华富贵吗？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在神的面前明白约翰所说。约翰说，不要爱世界，不要爱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各位弟兄姐妹，用祷告的心来读这一段的经文，愿我们都读得懂，而且我们跟神说，我一生无所惧，只惧怕敬畏上帝。我一生无所爱，只爱我的耶稣基督。如同John Wesley， 约翰卫斯理他就说了，求上帝赐给我100个弟兄，是什么都不要，只要上帝；是什么都不害怕，只害怕上帝。各位弟兄姐妹，人若爱世界，就被世界所捆绑。因为我们爱世界，我们就敬拜这世界，我们就敬拜成功，我们就敬拜成功神学，我们就敬拜成功主义，我们就敬拜这世界上的荣华富贵。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是耶稣基督用宝血所赎回的，我们岂能追求这些东西而已吗？我们所追求的道路跟意念，回到2700年前的以赛亚，神高抹他的嘴唇，让他讲出了神自己的荣耀。他说，我高过你们，如同天高过于地。各位弟兄姐妹，愿我们在神的面前，圣灵在今天再一次教导我们。约翰在他自己的这个书信的里面，他说，圣灵的教导都是真实的，阿们。圣灵的教导都是阿们的，没有一句话是虚假。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不再需要这个世界的老师，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因为圣灵就是我们自己每一个基督徒的导师，我们的老师，按着圣灵的教导住在耶稣基督里的意思就是这样子。所以犹大在他自己的书信里面，他说，当在圣灵里面祷告。那一句话的意思就是按着圣灵，在你的内心的心房里面，在你的心思意念里面，在你安静的时候，你聆听你心里面圣灵所讲的声音。圣灵对每一个人所讲，良善的叫做良心，邪恶的叫做魔鬼撒旦的干扰。各位弟兄姐妹，圣灵在黑暗权势的面前，将我们带回到耶稣基督的宝血的里面，住在耶稣基督里。所以今天我有2个祷告，邀请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共同来领受祝福。第一个，求上帝赐给我们卓越的生命。以赛亚说，当寻求神，趁着神还找得到，趁着还是白昼，下一次天亮的时候，趁着黑暗还没来临之前，我们来追求真理跟我们的神。所以每一个寻求神的人就必寻找，寻求神的人就寻找了神的意念，神的道路。所以我们的生命就因着这样子而改变。今天一开始，我回顾一个值得我们来高唱哈利路亚在这一段的宣教历史，19世纪的学生运动的历史。愿这个历史延续到世世代代，每一个渴望成为有所作为的基督徒，渴望能够成为有所成就的基督徒。我们回顾什么叫做成就跟神所喜悦，我们在神的面前来追求这个完美的全员。我们的上帝本身就是一个完全的图像。他在亚伯拉罕99岁的时候呼召亚伯拉罕，
耶和华上主跟他说：“我是完全的神，在我面前你们当完全。”各位弟兄姐妹，这一句话不只是讲给亚伯拉罕听，亚伯兰改名为亚伯拉罕。今天圣灵要改变我们的名字，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叫做基督徒。愿耶稣基督将他的荣耀跟完美，他的荣美能够赏赐给每一个渴慕他的人，让我们的生命成为一种血气，从一种世俗能够被医治、被翻转、被洁净，成为一种圣洁跟荣耀。我们在全能的神面前，我们当渴慕走那一条完全的一个道路，如同耶稣基督对那个渴慕真理的年轻人跟他说：“你还欠缺一件事情，就是变卖你一切，然后来跟随我。”各位弟兄姐妹，懂吗？让我们在神的面前说：“神啊，我不懂，但是求你用我懂得、我能够听得懂的话语，求你用你的爱，求你用一种丰盛的一种荣耀来吸引我，让我能够看见你自己的荣美。”唯有圣灵才能够帮助我们被神的灵所完完全全的一个充满。人无法完全，人无法良善。耶稣基督说，在世上没有一个人是良善的，唯有良善的灵，唯有完全的灵，唯有上主自己的所吐露的那个pneuma 这个灵气吹入到我们的里面。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敞开我们的心胸，跟圣灵说：“亲爱的圣灵，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恳求你进到我的生命。”下个礼拜就是圣灵降临节，亲爱的圣灵，在这一段时间，让我安静的、谦卑的等候你。要畅饮干净的水，就要用干净的杯子来领受。在这段时间，我要愿耶稣基督的宝血遮盖我，让我能够得到洁净，来等候圣洁的灵进到我的里面。圣灵将教导我明白生老病死的奥秘，圣灵将教导我这世上人所需要知道的奥秘，这个叫做知道人间事。圣灵能够教导人明白上帝深奥的道理。没有人懂天国的奥秘，唯独当圣灵与我们同在，我们还可以看到天门为我们敞开。各位弟兄姐妹，真的唯有圣灵才能让人悔改认罪，唯有圣灵才能让人自己谦卑，在神的面前掉眼泪说：“神啊，我何等的糊涂，我何等的不配。”愿圣灵亲自如同两面利的刀子，在今天修剪我们的生命，成为神带来的一种美好的灵性，带来的真智慧，带来了一种绝对的价值观，让我们在神的面前能够参透上帝深奥的万事。让我们的祷告如同这一群年轻人，当他们将自己在生命向上帝摆上的时候，上帝不只是给他们勇气离开安逸的家园，上帝给他们一种雄心壮志，抬头挺胸走到天涯海角。各位弟兄姐妹，太多我们这些信仰的前辈，如果不是因为他们离开了他们自己的家园，从欧美来到我们的当中，虽然他们的宣教的过程当中或许有不足的地方，有瑕疵的地方，有得罪我们的文化，有在人的上面还有不足的地方，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凡事感恩，也宽恕这些做了不够的这些宣教师，因为他们已经献上了他们的生命。那今天让我们在神的面前也摆上我们自己，我们献上就是一个委身，我们传福音就是宣教，我们将自己的生命成为仆人就是服事。当时的基督徒的学生运动最伟大的地方，就是他们都是一个平信徒，只是一个基督徒有一种热忱，他们不在乎他是不是一个牧师，他是不是一个神学家，他们就勇敢的走到天涯海角去。那为了让耶稣基督被了解，他们就学了对方的语言，学了对方的文化，就穿着了对方的服装，甚至有一些人就娶了对方的女人成为他的妻子。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在神的面前跟神说：神呢，在今天的礼拜当中，求你赐给我灵性的原则，我要寻求你，
好不好？各位弟兄姐妹，不论我们在哪一个地方，我们在云端来寻求我们的上主，我们一起在上帝的面前恳求上帝将他的意念跟道路。耶和华说：“我的意念不是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不是你的道路。”耶和华说：“天怎么样高过地？”各位弟兄姐妹，请注意这个高度。我们的生命如果没有十字架的高度，我们的生命如果没有天国的高度，我们就不懂得上帝的意念跟上帝的道路。愿上帝将他的高度，就是耶稣基督十字架的高度，从卑微的地上然后高举到天上，让我们了解这个十字架不但胜过了死亡，这个十字架甚至征服了罗马帝国。这个十字架真的赎回了许多的自我形象非常的卑劣的人。这个十字架让许多很自卑卑微的自我图像的人，重新在耶稣基督荣耀的面貌，我们重新得到一种新的生命的图像。让我们在神的面前学习聆听圣灵的声音。耶稣基督说：“你们当等候，圣灵必降临，圣灵必降临，你们必得着能力。”其实耶稣基督早就将这个圣灵赐给他的孩子跟他的门徒，因为耶稣曾经跟他们相处的时候，跟他们吹口气。如果你们熟悉福音书，你就知道耶稣基督曾经对他的门徒吹一口气：“你们得圣灵吧。”各位弟兄姐妹，圣灵早就跟他的门徒在一起，因为耶稣基督如何差遣他们两个人的出去。他说：“你们不需要带着钱袋，你们不需要带着你们所需要的，因为神必为你们预备一切。”圣灵就是最主要的。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在今天的这一段经文里面，能够读懂约翰他所讲的。约翰跟路加跟保罗是一个几个能够真的将圣灵的生命讲得透彻的人。使徒约翰跟路加跟保罗，他们真的能够将圣灵的大能跟圣灵的生命讲得非常的透彻。使徒约翰他说：“圣灵的教导没有一句话是假话。这个世界上有许多假先知，有许多假的老师，这个世界上有许多似是而非的道理，但是圣灵没有虚假。”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在神的面前真的懂得专心的跟随我们的圣灵，在圣灵的教导的当中，回想每一个教导我们读圣经的我们的前辈跟信仰的典范。请记得使徒约翰今天所留给我们的话，他说：“务要将起初所听见的常存在心里。”务要将起初所听见的神的话语常存在心里。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说，你们务要将你们曾经听到耶稣基督所讲的道，耶稣曾经在我们的当中，他在会堂里面讲的道，宣读朗读的旧约的话语，你们要记得，这个耶稣基督虽然被我们钉在十字架，但是他已经复活了。要将他的话语常常存在你的心里。阿们。愿主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跟路上的光。神的话语就是圣灵的恩膏，圣灵的恩膏也带领人读得懂神的话语。所以在这个地方，约翰所讲的圣灵亲自要做我们的导师，圣灵是我们的保惠师。圣灵的恩膏在这个地方，他所讲的圣灵的恩膏 charisma， 其实是在讲的圣灵的教训。他说：“在凡事上教训你们。”意思就是当我们在生命的当中很多疑惑跟十字路口，跟我们自己在反省在选择何去何从的时候，圣灵必亲自教导我们，凡事教训我们，就是这个意思。所以神所赐给我们圣灵的恩赐，是为了能够效法耶稣基督，为了能够活出耶稣基督。这个恩膏是真实的，让我们在神的面前领受这个恩膏。约翰又说，这个恩膏必常存在你们的心里，你们就不再需要其他的人来做你们的导师。我们不是说我们不需要受教育，而是我们要慎选谁是我们真正的真理的导师。真理的导师唯有耶稣基督，我们唯有一个导师，我们唯有一个圣灵。各位弟兄姐妹，记得不要受这个世界上许说似是而非的道理
来拦阻我们离开了神的正道。让我们在神的面前跟神说：神啊，愿我能够听得懂你的话语。那最大的一个属灵的功课就是，谁能够真正的听得懂神的声音呢？各位弟兄姐妹，这一群被神呼召，神说：孩子，你愿意为我走到天涯海角吗？有多少人说：神啊，让我回去，先回去跟我的父母告别，让我回去先让我的牲畜能够得到饱足，让我回去先交代我的后事。各位弟兄姐妹，又有谁能够跟神说：神啊，我愿意？让我们在神的面前，依靠着耶稣基督的名，依靠着耶稣基督的名，来领受这种毫无拦阻的、自由自在的一个乐意的。所以大卫说，这是一个自由的灵，这个是一个乐意的灵，这是一个脚前灯，这是一个路上光。我简单的跟各位弟兄姐妹分享，有3件事情是我们决定性的3把钥匙。我们跟神的关系亲不亲密，决定我们听得到跟听不到。我们跟神的关系如果不好，我们再怎么样读圣经都读不懂圣经。一个基督徒最重要就是跟神有一种圣洁的关系，是一个谦卑的关系。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最主要的工作就是让世人与神和好。当我们跟神和好，当我们跟神结合在一起，从此以后，哪怕是神还没有说出来的声音，我们都会说阿们，父啊，我懂。各位弟兄姐妹，这是第1把钥匙。第2把钥匙就是一个愿意尊重神的话语。Sola Scripture， 在我们的教会建立的时候，有5个精神，5个唯独，其中的一个唯独、唯一，就是神的话语是我一生当中唯一的准则。除了神的话语之外，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道理是我的主。各位弟兄姐妹，当一个人愿意将神的话语摆在他的心上，就是神你所说的我不打折，主你所说的话语没有一句话在我的生命当中被打折，完完全全的让神的话语来掌管你的心思意念。第3把钥匙，当我们做不来的时候，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的祷告最后都会说：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这个意思就是呼求耶稣基督的怜悯。在犹大书20章21章就讲到这3把钥匙。靠着耶稣基督的怜悯，我们进到天父上帝的慈爱里面。所以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来呼求圣灵来掌权，呼求圣灵进到我的生命，呼求圣灵在我的人生当中带领我走一条无怨无悔的道路，是一个毫无保留、永不回头、无怨无悔、毫无保留、永不回头、没有遗憾的生命。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在神的面前学习这个功课，在圣灵里面祷告。这是一个心灵的对话。我的心里面住着一个人，但是我的生命里面有个礼拜堂，那个礼拜堂早就是神的圣灵在那个地方等着我去敬拜他。让我们拥抱这个圣灵，也让这个圣灵在今天拥抱每一个亲爱的弟兄姐妹。圣灵进到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命必然得着翻转，我们的生命必然得着翻转。圣灵进到我们的生命，没有个生命不改变的。唯有当人不愿意打开心门，再怎么样祷告，生命都长不大。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在神的面前跟神说：神，求你赦免我，我愿意在你的面前完全的降服。求你的圣灵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怜悯我，求你的求圣灵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怜悯我。我们如此祷告。各位弟兄姐妹，愿圣灵在未来这几天再一次充满在各位弟兄姐妹身上，如同圣洁的火，如同神的飓风，充充足足的进到运行在我们的生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上帝，我们在你的面前摆上自己，
我们赞美你，在每一个世代，你用你的灵呼召许多被你所使用那么荣耀的仆人。主耶稣，我们赞美他们所走过的脚中，我们也得到激励。主耶稣基督，求你在我们当中拣选能够合你所用的，其中一个就是我。主耶稣，求你允许我有这个荣幸。主耶稣，求你赐给我这个荣幸，能够跟随你直到世界的尽头。我们在你的面前奉你圣洁的名祷告，阿们。